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9，诗篇101篇20安尼讲：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。你要啥时教我食？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我的家内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权能、大气力、大权柄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掌管世上万物，各予万项有降服伫你的脚下，予世间人知你是真神上帝，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！你用能力创造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展开这天。竟然有智慧的人，拢要笑念你的慈爱。主啊！求你予阮知敬畏你，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根本。竟然照安尼行的，才有聪明。主啊！我要用智慧行伫完全的路。主啊！我要用完全的心行伫阮的家内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